兄弟平安，礼拜时间已经到，也请咱大家安静心，用敬虔的心，用祈祷来到主的面头前。今仔日，咱真感谢赖信汉牧师来本会证道，咱所敬听吴伟渊牧师专家前往苗栗主兰教会，里亚做募款的侍奉工作。请咱当心为着因的辛苦着活，为着今仔日的礼拜，咱当心开声来祈祷。主爱天父，感谢你，感谢你，阮今仔日又搁伫这个所在，直接要来敬拜你。主啊，谢谢你用丰富的恩典带领我们，带领大桥教会。我们在今天的主日礼拜中，我们再一次要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求你纪念吴伟渊牧师他们全家前往主兰教会，为建堂募款的所望慷慨，伫遐来做分享，伫遐来做募款。主啊，但愿伊愿用心守护伫大桥教会，伫这个所在，我们同齐分属主的恩典。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主，全能的爸，阮全心仰望你，让阮搁再一届用同心合意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阮要感谢你，感谢你伫阮的生命中所做奇妙的事，感谢你赏赐阮有祈祷的权柄。阮要为着今仔日的敬拜献上家己，注目看耶稣，专心听等你的话语，求圣灵同在，互赖牧师今仔所传讲的信息，会当来深深感动每一个人的心，阁有果效的行为是合主旨意的。今仔日，阮所敬听吴伟渊牧师，伊带着全家前往苗栗主兰教会，里遐咧做募款的分享的侍奉工课。主啊，你是听阮祈祷的主，你是甲阮同在的主。愿你纪念吴伟渊牧师全家辛苦的着活，求你将平安的灵甲因同在，伫募款的见证当中，拢会让充满着主你的荣耀，充满着主你的恩典。感谢主，哈利路亚！愿安尼祈祷是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咱所期待过日过年的日子将要到，我相信咱拢真正真欢喜咧期待。按过伫这段时间，咱去看见新闻的报道，对国外转来的侪人，伫这个所在，咱嘛有看到疫情，搁再一届进入这个感染的区域。咱的日子对得紧张，伫这个所在，咱互相鼓励，咱时时刻刻将咱的口罩挂好，注重个人的卫生。伫人甲人中间的互动，会当拢保持一个距离，来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这个时，我要邀请咱做伙为着咱台湾疫情的控制大道，为着咱的官员，为着咱头前所辛苦的防疫人员、医护人员，因付出的代价甲危险，我们来守望，我们来为他们代祷。请咱开声做伙来祈祷。阿爸爸，你是赏赐平安的源头，主啊，伫这段时间，阮
嘛是感受到迄种的惊吓甲紧张。主啊，当阮来到你的面头前，寻求你的保守、你的保护的时，阮确实主耶稣，你是享受平安的灵。主啊，伫这个所在，我嘛要为着阮的政府官员，你前方做防疫的防疫人员，甲医护人员，主啊，我们要将它摆在你的面前，求主保守他们在工作的当中得着安全，免去受感染的机会。主啊，帮助我们的美丽岛能够安全的在你的保护之下，平安的来度过。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享受阮平安的主，伫即个时刻，阮谦卑来到你的宝座前，为着这段时间，阮所看见疫情搁再一届进入感染的范围，互阮的心搁再一届充满着惊吓甲不安。主啊，阮出声呼求你的同在，无互疫情的变化来影响到阮的心情、我们的身心灵。我们要更新家己做好防护的态度，我们来保护家己，甲保护别人。万军的耶和华，求你亲自掌权，伫各所在兴起基督的勇士。伫基督中，我们会当看见主的稳定甲保护，或者基督大道的勇士会当带领众百姓勇敢伫你的面头前认罪悔改。主啊，我嘛要搁再为着发生疫情严重的国家甲城市来祈祷，求主赐下真实的平安伫各所在。主啊，求你赐下教育智慧，互伫第一线辛苦着外的防疫人员甲医护人员，紧紧找到治疗的方式，来控制疫情的扩散。互阮会当明白家己的软弱，互阮专心专意当倚靠主来面对逐项的挑战。主啊，你是平安的主，我们专心专意仰望你。主啊，无论阮的环境是甚物款，但是主，阮只有仰望来到你的面头前，将阮的不安，将阮的软弱，将阮的欠缺，完全拜托伫主你的面头前。主啊，求你将你的保护，搁再一届洗清阮的罪过，互阮会当得到平安，互阮伫危险的一个环境中，拢会当搁再增加来寻求主你的面。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现在你这段时间，就是有一种感动。我嘛伫天母台牧区里遐分享，肢体大道是上帝祝福，肢体大道是要将咱心中所负担的兄弟，为因祈祷，为因祝福，将因带到上帝面头前，互因搁再一届甲咱的主上帝建立关系，将这个恩典搁再一届伫因的身上来兴起。伫这个时，我相信咱的兄弟姊妹经过这届疫情，有注射疫苗，有无爽快的反应。咱拢有咧为因祈祷，但是伫这个所在，我要邀请咱做伙兴起祈祷，肢体的大祷，
咱为着兄弟的身心灵来代祷，互咱会当搁再一摆搁较清楚，将需要的人，当咱为伊祈祷的时，将伊带到上帝的面前，帮咱即个需要代祷的人，搁再一摆重新甲上帝建立关系。伫迄个所在，因搁三角河，伫迄个所在，咱会当宣告上帝的主权要伫伊的生命内底。具体的代祷是上帝赏赐予咱真奇妙的恩典，请咱即时为着咱心中有负担的兄弟来祈祷，请咱开喙做伙来祈祷。阿爸的上帝，感谢你赏赐这个大家庭，也就是大桥教会，有阮一个兄弟伫这个所在来做肢体。主啊，这个大家庭，阮是爱互相帮忙，阮是爱互相来祝福的。主啊，一个家庭要兴旺，一定要有疼。亲爱的主上帝，我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因的软弱、甲因的欠缺，摆伫你的面头前。我要为因来祝福祈祷。主，虽然我毋知伊所欠缺，但是主你知，主你知影，因为阮所需要的，主你已经应允。主啊，互阮会当当心来到你的面头前，借着具体的代祷，同时领受主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咱，安尼祈祷，主要所祈祷的圣名，阿门。至圣至尊的阿爸的上帝，感谢你教导阮彼此代祷的重要性，感谢你使阮有祈祷的权柄，佮伫祈祷的当中经历了你荣耀的同在。亲爱的主，阮真正放心将阮所挂虑、所忧伤的事交托予你。我要将阮四周围的朋友、厝内底的人、同事，拢交托伫你的手中。阮确信，你是成就一切，超越阮所求所想的，也就是坐坐祈祷，就有坐坐经历主的恩典。阮就要拿较无祈祷的功课。亲爱的主啊，感谢你教导阮，基督就若亲像一个身躯，阮就是肢体。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当受苦；一个肢体得到荣耀，所有的肢体就当受快乐。现今，阮深深体会到肢体中间的代祷是何等的水，肢体中间的代祷是何等带有快乐啊！基督中间的代祷是要互主上帝来成就一切大事。当阮将正兄弟姊妹的软弱、欠缺摆在你的面前，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祝福因。主的主权进入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帮助因的灵命哪来哪臃肿，当受荣耀的快乐。感谢主，哈利路亚！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我要邀请咱大家用主祷文，咱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错阮入一气，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选了，是水会上上耶和华的山，是水会徛伫伊的圣所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无什么凶气假，酒色无捌会干鬼的人，对这号的人得到耶和华的祝福，佮对救的人上帝得到义。这是咱来请慧娟姐来带恁敬拜赞美。也在平安。真欢喜，甲咱大家做伙来敬拜阿罗主上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伫即日要欢喜快乐。咱三甲起立来应邀唱阿罗的诗，感谢咱的主上帝。我要徛地，要来敬阿罗咱的耶和华，咱的主上帝。你若无方便，你会使坐落来。恁着爱阿罗耶和华，恁着爱阿罗耶和华，恁着爱阿罗耶和华，伫伊的圣所乐意，恁着爱。因为伊的关联，为关联而乐意，就因为伊的荣耀而乐意，就因为伊的慈爱而乐意，有传开的路就来而乐意，咱就来阿罗耶和华，咱就来阿罗耶和华，就拍开心而乐意，咱就来阿罗耶和华。出笑乐意，咱着来大庆大笑乐意，咱着来拍鼓跳舞乐意，咱着用心献乐器乐意，今仔有传拢着来乐意，咱着来大庆，咱着来乐耶和华，着拍开心乐意。咱着来乐耶和华，来欢喜出笑乐意，咱着来大庆大笑乐意，咱着来拍鼓跳舞乐意，
用死献我去何乐意？有喘气的拢着来何乐意？就因为伊的观念，何乐意？就因为伊的荣耀何乐意？就因为伊的做爱何乐意？有喘气的拢着来何乐意？咱就来大起名。咱就来弹琴，我乐意，咱就来拍鼓跳舞，我乐意，咱就用死献脚去，我乐意，有喘气的拢就来我乐意。感谢主，因为伊所做的事奇妙大作为，咱真正着献俄罗感谢伊者，愿荣光归乎伊，愿荣光归乎伊，请坐。感谢耶稣为着咱来降生，感谢耶稣因为疼为咱来降生，咱借着伊通得平安，借着伊咱有新的愿望，是为了爱，是为了爱，是为了和平君王，爱平安。君王谦卑来到世上，明亮晨曦照亮渴望的心，小山银河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是为了爱，是为了人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带爱带来救赎，平安君王。平安君王谦卑来到世上，明亮晨曦照亮渴望的心，小小婴孩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是为了爱，是为了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是为了爱，是为了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来救赎。我们敬拜，我们敬拜，亲爱耶稣，你就是爱和平安，充满感恩，欢庆圣诞，因为耶稣为拥抱我而来。我们敬拜，我们敬拜，亲爱耶稣，你就是爱和平安，
了爱，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得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来救赎，是为了爱，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得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谢谢耶稣赐下生命的礼物，为我们带来爱的救赎。谢谢耶稣为拥抱我而来，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献上我们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谢谢他，谢谢他，也愿意我们一生跟随他的脚步走，不害怕，不害怕，将他的爱分享出去，将神给我们的爱，将耶稣给我们的爱，我们也分享出去。我们用肯定的心、肯定的话语来跟神说，跟主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主啊，我要跟对你。你的话点我心，当我茫茫的心，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我靠的心，予我甘行走路去。甲主大声讲。乎你，为了你的风调甲疼痛，坚持一生无变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
愿意跟对你的脚步，将阮的一生献予你来使用。愿阮诚做荣耀你的器具，将你的疼分享予阮的厝边隔壁。主啊，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大声甲你应讲，主啊，我愿意跟对你。主啊，我愿意跟对你。感谢你接纳阮，感谢你欢喜阮的所献。搁一摆大声甲主讲，主啊，我要跟对你。同心来祈祷，主，你听阮的祈祷，阮愿意跟对你的脚步，诚做荣耀你的器具。主啊，你奇妙的大作为，叫阮只有降服你的面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有你做阮的倚靠，阮实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愿意将荣光归予你。感谢你，也拣选阮卑微小可的人，你看阮做你的宝贝，这是何等的宝贵！主啊，阮今仔日来到你的殿院，愿你接纳阮的敬拜，阮的学乐，开阮的目睭，开阮的心目，耳孔来看见，来听见你律法的奇妙。通互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恳求圣神也会晓得帮助阮谨慎来接受，遵守你所吩咐的，全心全意全力来听主上帝你，也全无靠主你。阮感谢你听阮今仔日的祈祷，阮今仔日的敬拜，阮实在无啥物通起来好甲你报答。阮愿意举起救恩的杯，称赞阮的主上帝。主啊，感谢你赐下耶稣做礼物，互阮的性命得到更新，做赎回者。阮愿意你来帮助阮，互阮诚做荣耀你的器具。感谢你，感谢你拣选阮，诚做你的见证人。感谢你。愿意将安尼代志交托，愿意将安尼代志求你保守，求你愿意听阮的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这是咱的个别的信仰，书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囝。我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
伫本州必拉多入苦受苦，顶12日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启用，咱即时来启用，就是启用文33篇，诗篇139篇。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看出我的心思。我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影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嘛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到倒位，我才会当多闪你。我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压早。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影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的行为。学了，圣高伫今要学了时，我是一滴一滴的水。
乐乐诗歌敬候咱主上帝。这是咱的强头上帝的话语，记载圣经约翰福音1章43到51节。约翰福音1章43到51节，上帝话安尼讲：，过几日，耶稣要去加利利，拄着腓力，就甲伊讲对我。腓利是伯赛大个人，甲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拄着拿但业，就甲伊讲：，摩西记伫律法甲遮个先知所记个，阮已经拄着伊，就是约瑟个囝拿撒勒人耶稣。46节，拿但业甲伊讲：，拿撒勒敢会出啥物好物吗？腓力讲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就群伊，就指伊讲：，你看，真正是以色列人，心无鬼曲个人。拿但业甲伊讲：，对倒落捌我。耶稣讲：，腓力还未叫你，你伫无花果树骹，我已经看见你啦。拿但业因为讲：，拉比，你就是上帝个囝，你就是以色列个王。耶稣因为讲：，因为我甲你讲，我已经看见你伫无花果树骹，你就信。你捌看代志比这个较大个吗？佮甲伊讲，我实在甲恁讲，你要看见天开，上帝的天使落伫人子的顶面。这是咱请咱老师甲证道，伊今要证道的是无花树骹的小有牛。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会通来到咱中间，甲咱十甲做伙来敬拜上帝。我目前是伫咱加利利宣教中心担任秘书室主任的工作。特别伫咱大桥教会也伫咧建堂募款的时阵，会通接纳加利利宣教中心来到咱中间，甲咱报告。加利利宣教中心的事工，我个人代表加利利宣教中心董事长康来吉长老，甲阮的总院长林贵牧师，甲咱说道谢，真正是真感谢，通伫咱也真欠缺的中间，会通接纳阮来到伫咱的中间三甲来分享。加利利宣教中心伫玉井的所在，最主要是一个灵修的营地。总是也有宣教的神学院，有基督院，有宣教的神学院，也有台南分院。最主要做一寡会通互教会通过伫加利利宣教中心的场地，会通做一寡训练。当然，加利利宣教中心有硬体的遮个设备，也有软体，也有真好的遮个工事的阵容。当咱教会若去到伫迄个所在的时阵，通好好来运用，也互阮有机会通服侍伊。所以我想伫我开始分享之前吼，我有大声有寄一段影片伫咱的中间吼，咱是毋是会通先来看即块的影片了，我才来分享今仔日的信息。好，即块影片吼，咱先看即块影片吼，了我才来分享今仔信息。
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加利利宣教中心总院长罗仁贵牧师。加利利宣教中心自1987年成立以来，承蒙各位牧长以及弟兄姐妹的鼎力相助和关心带导，使得本中心的事工，无论是祈祷院的祷告侍奉、宣教研究院的教育事工，以及社福中心的关怀工作，才得以很顺利来推展。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要请代表董事会以及我们全体的同工，向大家来致上最真诚的谢意。在这疫情当中，本中心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在上帝恩典的带领之下，却能够安然的度过。加利利宣教中心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为使本中心能有序经营，所以欢迎总会、中会、地方教会或家庭个人来使用这个地方。无论举办野外礼拜、小组训练、长子造就、团契联谊，或是家庭聚会、个人灵修，都是很适合一个地方。本中心也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灵命更新的特会、退休会、祷告会，或是一日的充电营等等，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最后，祝福大家平安喜乐，身心灵都健康。好，多谢大家。就像咱拄则所看即段影片，希望互阮有机会通服侍咱大家，会通来加利利来使用即个所在无论是软体还是硬体，阮拢真欢迎教会来使用会通互加利利宣教中心即个所在所设备的一切，通发挥功效。欢迎大家通做伙来。我想伫我未分享信息的大声，咱搁一摆同心，再甲阿头来祈祷。听堂的主，阮的爸，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伫即个美好的早起时，阮聚集伫你是阮的圣所，阮的心要喙打心无要意爱对伫你的话来得到帮助。主，愿你将你的话来赏赐阮。借着你圣神的运行，互阮会通明白你话语中间的奇妙，互你的话所发出的亮光，毋仅照光阮正人的内心，也指示阮所着行的路。就亲像阮起头，你借着你的话的权能来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对伫黑暗、空虚、混乱的中间，变做光明、实存、有秩序。我也深信，当你的话伫阮的生命发挥功效的时阵，你也要互阮的生命脱出黑暗来入伫光明，要互阮因为即个世间的扰乱来陷入伫混乱的生命，因为你的话语的引带来重新得到秩序。主啊，你要互阮的生命伫即个空虚的世界，来因为你的话的应允，来得到实实在在的愿望。恩典的主，阮感谢你，因为甲你相拄，来甲你同行，这是阮一生上介大的福气。主，我们恳求你，即时借着你的神的运行，掌管阮的心、阮的念头，互阮伫你的话语的光明的中间来行，互阮伫你的圣神的大权的中间来得到生命的换新，互阮伫你的内面诚侪新创造的人，无论阮倒落去，通见证你恩典的奇妙。阮下面的时间，就是借着你的话语，愿彼此分享领受的时间，我要恭敬拜你交托，愿主你亲身来掌管甲带领，
互阮会明白你话语中间的奇妙，互阮讲的听的拢平平得到造就甲利益。愿安尼祈祷，恳求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对顶主日开始，咱进入伫教会节期中间的显现节期。显现节期是对伫耶稣受洗礼开始。也一般咱教会，特别咱改革宗教会的传统，用正月初6 1月6号来称做耶稣受洗礼的纪念日。所以对顶一个主日正月初9开始，咱是显现节期的第一个主日。今仔日是显现节期的第二个主日。也教会节期中间的显现节期，伊设立的主要的意义就是在伫纪念拿撒勒人耶稣，伊照着一连串的事件来显明伊家己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囝，就是所应允的弥赛亚，就是全人类的救主。所以这个节期有几个指标性的事件，拄则我有讲过。第一个事件就是耶稣的受洗礼。当然，搁头前来讲，还上一页哈，还不要换哈，谢谢。搁头前来讲，包括这个三个博士来朝拜，也包括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中间，甲经学士伫迄个所在咧讨论咧问答，就讲耶稣也细汉的时阵，伊的爸母掠做伊行袂路的迄个事件，包括伫迦纳的婚宴所行第一个神日，包括伊呼召学生。也包括伫最后，伊爬上悬山改变外貌，这等等，这个事件拢是显现节期指标性的事件。这个事件重要的意义在伫，这个事件拢咧显明，这个拿撒勒庄卡的青年列比，这个耶稣伊身份的不凡，伊来到这个世间，伊要引带人来显明。上帝的恩典甲真理，就亲像约翰福音段咧讲的，将来袂捌有人看见上帝独一被心怀独生的囝，有表明伊，因为道成肉体来到伫即个世间，有恩典甲真理满满。所以，即个显现节期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耶稣伊显明伊的身份了后，伊要显明上帝的恩典甲真理。所以，伊就是迄个真的光。就亲像约翰福音段一开始咧讲到着，真光来入伫即个世界，即个世界真光入伫世界，要照光即世界所有的人，要照光万人，要引带人来行生命的道路。所以我家己本身做牧师，我常常甲兄弟姊妹咧分享，显现节期上界重要的上顶是光。照着耶稣基督将上帝真理的光来显明出来，这个光毋仅要照光咱每一个人的内心，开阔咱的眼界。这个光搁较要照光咱头前的道路，引带指示咱生命的方向。下一页。所以我也常常爱甲兄弟姊妹分享一个观念，就是讲对咱基督徒来讲。耶稣毋仅是一个敬拜的对象，搁较是一个军队的对象。咱看耶稣咧呼召学生，耶稣咧传福音的时阵，伊从来袂捌邀请人讲，恁着来拜我，恁着来敬拜我、服侍我。伊对伫人的邀请，拢是讲啥物？来对我。为什么？我想。咱常常基督徒讲，咱是拜上帝，咱是拜耶稣的，但是耶稣无爱人拜伊。耶稣毋仅是一个敬拜的对象，是一个军队的对象。为什么？因为敬拜基本的思维是交换。我敬拜你，我服侍你，我献礼物互你，然后咧，你着爱保护我，你着爱施恩互我，你着爱赏赐我平安。所以，当咱若只有甲耶稣当作是敬拜的对象，当咱尽宗教上一切的义务，我都有礼拜，我都有奉献，我都有祈祷，我都有读圣经，我都有照这的处事来办理。所以咧，
我尽我宗教一切的义务了后呢，咱的性命袂有任何的改变，咱干那咧期待啊，我都做了啊，上帝你咧，上帝话你表示啊，我的部分我负责，啊，上帝你的部分呢，上帝你来表示啊，常常咱会安尼期待，这是敬拜基本的思维教换。但是军队就无共啊哦，军队就代表咱爱踏出咱的脚步，咱就爱出发，咱就爱踏上咱的旅程。军队耶稣的脚脚来开始一场属灵的冒险。我们可以说，它是一场属灵的探险。照着甲耶稣基督同行，照着甲耶稣基督同工，咱的生命经过操练来得到成长。伫耶稣基督真理的光会引出，甲圣神大权能的塑造下面，咱的生命会起居换新，来成做一个新人，来成做一个更较会通彰显耶稣基督形象的人。所以我拄则讲过，耶稣不断呼召学生，就来对伊。耶稣从来袂捌要求人就爱来敬拜伊。耶稣不断邀请人来对伊，来对我，来对我。对基督徒来讲，咱毋领礼拜日来圣殿敬拜咱的主上帝，敬拜咱的救主耶稣基督。咱搁较着爱伫每一天的生活中间，甲咱的主耶稣同行，就是咱所爱面对。这就是咱所爱面对上界重要的属灵课题。上时我要讲，这也是咱基督徒一世人拢袂通放下的属灵的功课。对耶稣，一世人滚对耶稣。下一页，伫圣经福音段的记载中间，有记载耶稣甲几个学生头一摆相拄的故事。我认为这个记载拢真非常有趣味，特别是约翰福音段的记载，伫写实的中间，虽然伊描写迄个过程，但是充满着死的意涵。所以无论伫约翰福音段的记载，无论是耶稣头一摆甲学生相拄的故事，迄个场景，或者是到伫路尾割腕的耶稣伫海墘，即群学生来显现。甲因三甲做伙食早顿，即个约翰福音段伊的描写的手法，拢带着真丰富诗的意涵。今仔日早起咱三甲领受即段圣经节，也记载着耶稣甲伊的学生拿但业相拄的故事。伫圣经对伫耶稣甲学生相拄的故事相关的记载中间，耶稣甲拿但业的相拄。我认为这是上界特别的记载，因为大多数的时阵咱基督徒读这段圣经节，咱会沙无掌，摸不着头绪，咱毋知影耶稣甲拿但业因两人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虽然圣经甲过程拢写落来，但是咧，咱看过了后，咱毋知影因两人咧讲话，敢若伫因两人家己的世界，到底伫因两人中间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咧？咱啥拢无。耶稣甲拿但业讲的话有啥物款的意义？为什么？咱想无为什么拿但业前甲后的态度会差遐济？一开始拿但业对耶稣是提防的，但是到耶稣甲伊讲一句话了后，伊随时拍落：你就是上帝的囝，你就是以色列的王。为什么前后态度差遐济？到底因两人中间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咱读圣经，这段常常咱读无。下一页，耶稣甲学生的相拄，上早爱对行事的约翰的见证来讲起，也是伫福音约翰福音段的记载。伫耶稣受洗了后，当时这个行事的约翰已经是非常有名的大先知。受到所有的百姓的敬重，所以伫耶稣受洗的以前，约翰就已经真出名。伫耶稣受洗了后呢，咱看见约翰福音段1章36节，约翰甲伊的学生介绍讲啥物？讲看
这个就是上帝的羊羔，担当世间的罪。也就是讲，当约翰替耶稣行洗礼了后，伊将伊家己身躯边真亲近的学生来介绍给耶稣，互因知，这个就是上帝的羊羔。也照圣经记载，这两个学生就离开约翰来对耶稣，对伫耶稣的后面。也这两人中间有一人叫做安德烈，安德烈就是西门彼得的小弟。所以，这个安德烈拄到耶稣了后呢，咱照圣经记载看见，伊随时就转去找伊的兄哥西门，然后甲伊讲啥物？讲阮已经拄到弥赛亚。当伊对耶稣去看耶稣住的所在，伫迄日甲伊住了后，伊随时转去找家己的兄哥西门彼得，甲伊讲，阮已经拄到弥赛亚。然后呢，彼得也去到伫耶稣的面前。彼得也成做耶稣的学生。这件代志过长工，因要去加利利，就今仔日咱所读这段圣经在，拄着彼得、安德烈，甲伊同城的腓力，所以耶稣也呼召腓力，腓力也对伊。圣经无写甲真详细，圣经无甲咱讲。耶稣除了呼召腓力以外，阁有甲腓力讲啥物？或者是彼得、安德烈这对兄弟啊，有对腓力讲啥物？圣经无写，但是圣经甲咱讲腓力的反应。腓力的反应讲，伊去找家己上介好的朋友拿但业，伫约翰1章45节，伊对伫拿但业讲啥物？伫约翰1章45节，伊对伫拿但业讲吼。摩西记的律法，甲这的先知所记的，阮已经拄着伊，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对腓力甲拿但业所讲的话来看，腓力心中也认定耶稣就是所应允的弥赛亚，并且呢，伊已经下定伊的心意，要来跟对耶稣。下一页。但是咱线接看圣经的记载，拿但业的反应比较保留，伊无亲像安德烈，无亲像西门彼得，也无有亲像腓力，讲哇，一个看到耶稣讲啊，这就是先知所应允的弥赛亚，迄个弥赛亚阮已经拄着伊啊。拿但业的反应较保留，伊有咧提防，因为伫伊的认知内面，讲到着拿撒勒。当时，伊心中认为拿撒勒就是一个龙蛇混杂的所在，也毋是大君王的京城，他有可能会出什么款的伟大的人物，所以伊一个反应讲什么？拿撒勒兼会出什么好物嘛？耶稣知影拿但业伊心中真实的想法，耶稣知影拿但业对伫伊出身的所在，伊成长的所在拿撒勒。有无好的评价，但是耶稣一点仔都无在意，因为伊知影拿但业心中真实就是安尼想，伊也毋是故意为着要反对伊来反对，伊真正就是安尼想，伊甲伊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所以耶稣一点仔都无在意。耶稣看见拿但业，也袂等伊开喙，伊就学了拿但业。讲看，这个真正是以色列人心中无有鬼气的。说这真是以色列人，他心中没有诡诈。伊咧学了拿但业，但是呢，拿但业无因为耶稣甲伊学了就安尼轻飘飘哦。耶稣甲拿但业学了，但是呢，拿但业对伫耶稣的学了，心中带着怀疑甲保留。讲你对叨位捌我？你对叨位捌我？咱头一摆见面，你不要第一次见面就在跟我装熟。拿但业的意思就是安尼嘛，我又不认识你，你今天第一次看到我，你不要第一次见面就在跟我装熟。所以呢，你对叨位捌我？意思就是讲，咱才拄见面，你甲我也无熟。你莫拍算讲，你甲我学了2句啊，我就会乖乖听你的话。
所以煞接耶稣甲伊讲一句话，伫约翰1章48节，耶稣甲伊讲吼，你费力也袂叫你，你伫无花果树骹，我已经看见你啦。这句话到底有啥物款奇妙的意思？咱毋知呢，咱读到遮咱三无呢，但是咱会发现，迄个一开始对耶稣充满着提防的态度的拿但业，当伊听见即句话，咱感觉伊的反应足奇怪。拿但业的态度随时180度大转变，随时降服伫耶稣的面前，甲耶稣讲啥物？rabbi比，你就是上帝的囝，你就是以色列的王。所以读到遮，咱来想一下。今仔日我用无花果树骹的三拄，甲咱大家来分享。你讲的就是这个所在。拿但业的反应实在互人想无啦。为什么耶稣讲伫无花果树骹看到伊，伊的反应会遐尼啊大？下一页。若要讲即个代志吼，咱先爱回头来讲耶稣对拿但业的学了。耶稣学了拿但业讲啥物？伫约翰1章47节，耶稣指着拿但业讲：这个真正是以色列人，伊的心无有诡诈的。这真是以色列人，他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显然，耶稣是用伊来对比以色列的始祖，就是雅各。雅各就是迄个伫雅卜的渡头，甲上帝相应了后，上帝甲伊改名做以色列。甲即个雅各改名做以色列了后，伊的子孙就成做以色列族。雅各的12个囝就成做以色列12支派的族长。即个故事毋知咱也会记得袂？也会记得，有人咧点头。创世纪中间有双生啊，大的以扫规身躯拢通红有毛，啊细汉的是雅各，啊即个雅各后来上帝甲伊改名做以色列。所以当耶稣咧讲即个真正是以色列人的时阵，伊咧对比旧约的即个以色列的祖雅各，即个称作是互上帝甲伊改名做以色列的即一位。啊，总是咱若去看圣经的记载吼，咱会发现，即个雅各，上帝甲伊改名做以色列以前，即个雅各吼，一世人是心中满满的诡诈。他一生工于心计啊！设计什么人？足够设计人的，设计什么？设计家己的兄哥嘛，趁兄哥咧枵的时阵，煮一鼎红豆汤，要爱换伊大囝的名分，要甲伊买大囝的名分嘛。佮设计啥人？设计家己的爸母嘛，骗伊的老爸嘛。伊老爸要祝福大囝嘛，结果伊假做大囝，伊去要骗老爸的祝福嘛。然后咧，骗家己的阿舅嘛，甲伊的阿舅立班吼，我若摆的大斗犯吼。啊，所以伊一世人拢是用伊的计谋，想要占别人的便宜啦。咱通讲，即个雅各伊心中充满诡诈，就亲像雅各即个名原本的意思。为什么号名做雅各？因为伊出世的时阵是落到伊的兄哥的骹后边出世。两个人伫腹肚内面，伫老母的腹肚内面，伫咧冤家啊！咧冤家安怎？冤家要钱。看啥人要做大囝啊？啥人要做哥哥，烧钱要出来啊！啊，结果吼，伫腹肚内面吼，输人啦吼，啊，毋甘愿啦吼，兄哥出来的时候，伊阁甲伊的兄哥的骹后边扭掉咧。所以因为扭掉咧即个动作咧，甲伊号名做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落地、扭地、抓取。所以伊一世人，即个雅各一世人。心中充满诡诈，伊伫上帝甲伊改名之前，伊拢靠伊的双手安那，要掠搁较侪，要得到搁较侪，一直到伫雅卜的渡头迄一暝，伊尽伊一切气力想要甲掠掉咧，
甲上帝相应，伊想一切的困难，伊用尽一切的能力要甲掠掉咧。但是结果是啥物？结果是一世人掰骹。迄个掰骹的记号，一世人对调咧。到伫迄个时阵，伊才知影，伊用尽伊的性命，伊用尽伊的计谋，用伊的双手要得到的一切，原本就是上帝定着意思要赏赐予伊的啦。若毋是上帝要予伊吼，靠家己的双手，啥物都掠袂掉啦。所以对伫迄个时阵开始，伊得到一个新的名，叫做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的意思是啥物？天朝上帝。上帝借着甲伊改名，甲雅各讲：你莫靠家己的双手要掠，你靠家己的双手掠到尾啊一场空。你要骗老爸祝福骗到尾啊，你兄哥要甲你对杀，你啥物拢无。你所得到的一切，无法度带互你心情，无法度带着你性命的充实，无法度带着你内心的平安。所以，伊靠家己的双手掠的拢空空。所以上帝甲伊改名做以色列，你莫阁靠家己的双手来掠，你唯一需要牵调的就是上帝的恩典甲上帝的应允。所以上帝甲伊改名做以色列，这个新的名，以及伊带着掰骹的身躯，在不断提醒雅各这个人，伊所拥有的一切是上帝赏赐的。对伫伊得到这个新的名了后，伊生命才真正改变。所以讲转来，今仔日这段圣经节，耶稣讲拿但业是真正是以色列人，心中无有鬼客。伊就是咧指出，拿但业这个人吼，虽然心直口快，伊心内咧想的伊就甲讲出来，但是咧，伊无害人的意思啊。伊甲雅各无共款，伊无想要害人啦，无想要设计人，伊干那甲伊内心真实的想法讲出来。所以耶稣伫这个所在学了拿但业，就是因为伊真坦白，伊真直接，伊愿意甲家己心内真实的想法讲出来，无伫人的面前，伫迄个所在假好咧，无伫人的面前，伫迄个所在假善。我家己本身做一个牧师，我做牧师到现在差不多20年。我非常会通明白主耶稣为什么称赞，为什么学了拿但业。因为伫教会中间吼，我上惊拄着一种人，表面和和气气，表面拢对伊讲，对你足好咧，牧师你讲的拢对，安怎好，是，但是咧。心中有鬼客，无有真正顺服，所以呢，表面和气，表面和善，表面你讲的伊拢无甲你反对，但是心中有鬼客，到伫落尾咧暗箭伤人。伫教会中间，我上惊拄着即款的人，你有意见你讲嘛，咱会通讨论嘛；你有无共款的看法，你直接讲嘛，咱会通三角来敲揣。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你莫有想法，你无讲，你放伫心内面，然后才伫骹脚后来伤人，这是足无好的代志。但是咧，咱也无法度通避免教会中间有即款的人，佫袂少。所以我诚做一个牧师，我感觉讲，伫教会中间，我上惊拄着即款的人。我上爱就是有意见，你直接讲嘛，亲像拿但业，有意见你有疑问提出来讲，咱会通做伙来讨论，做伙来敲揣。毋是讲牧师讲的拢对啦，但是至少你有甲你的意见表达出来，咱才知影你咧想啥物。拿但业就是即款的人，但是亲像种表面和气、表面和善，但是骹脚后满的诡诈即种的人伫教会袂少。所以常常就形成教会内面一种阳奉阴违虚伪肤浅的表面的文化，所以这种阳奉阴违的人若伫教会真多特别若伫教会中间做重要决策的人
我感觉教会就真恶直会通发展，福音的事工真恶直来推展出去。因为即款的人吼，表面和和气气，有意见也无爱讲，无好的代志拢藏伫心内，藏伫内面。即款的人，福音的真光、真理的光，真恶直会通照入去到伫伊内心的深处。所以耶稣为什么会学了拿但业即款的人？这真正是以色列人，伊心中无有鬼缺。耶稣袂因为拿但业对伊无礼貌，伊就生气，伊甲学了。因为你心中咧想啥物吼，你就直接甲讲出来。我欣赏即款的人，所以就甲学了。下一页，拿但业得到耶稣的学了，因为伊就是有话直接讲的人。伊袂甲伊的问题藏伫伊的心内，互伊伫迄个所在来生出侪侪的歹物。所以咱若看见，当耶稣解答伊的疑问，拿但业无第二句话，伊心中有疑问，伊就直接甲提出来讲。耶稣解决伊的疑问咧，无第二句话，随时就全然幸福。对耶稣讲啥物？你就是上帝的囝，你就是以色列的王。所以拿但业甲遐个其他遐个带着心中的诡诈来请教耶稣的宗教领袖无共款。咱看见伫福音段的记载中间，有真侪宗教领袖来问耶稣问题。有撒都该人来问耶稣讲，有一个妇人人，伊捌嫁七个兄弟。我嫁大兄也未生囝就死啦，然后嫁第二个小弟，第二小弟也未生囝就死，嫁第三个，后来7个兄弟拢娶过伊，然后咧到搁活的时阵，即个人做倒一个人的妇人人。撒都该人提即款的问题来问耶稣，耶稣有解决伊的问题无？有啦，耶稣有解答伊的问题，但是咧，这个人心命无改变。这个人听到耶稣的解答了后，无话通因了后，因转去咧想啥物？想看佫有问题，佫来甲耶稣考，想看佫会通照着问题来掠着耶稣的话柄啊无？嘛有迄个希律党的人来问耶稣讲：哎呀，阮知影先生你是无看人的情面，你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阮要甲你问一个问题，就是纳税互该撒通啊毋通？可不可以纳税给罗马政府？你的看法是啥款？耶稣有解决伊的问题无？耶稣回答伊的问题，回答我真好啊！若是上帝归上帝，该撒的就归互该撒啊。耶稣的问题回答我真好，这个人有因为安尼就幸福无？无啊！因佫转去想看有其他的问题，佫来考倒耶稣无？因佫想看有其他的方法来掠着耶稣的话柄无？这个人是安那？这个人来问耶稣，就是心中有鬼缺啊！他们心怀着诡诈来问耶稣，问再多的问题，耶稣回答再多的问题，都是白搭，因为因根本无想要认捌真理，因根本就无想要真正知影真理。但是拿但业无共啊，拿但业心中有问题，伊坦白就甲讲出来，讲出来了后呢？耶稣解决伊的问题，伊就全然幸福。我要讲，福音事工的推动，就是需要这款的人啊，心中无有鬼缺啊。咱的信仰要求，咱就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换一句话来讲，咱若要甲上帝建立关系，咱就是爱用心灵甲诚实。诚实就代表咱的心中无有鬼缺，诚实心灵与诚实就代表我们的心里不能有诡诈。所以这是咱大家拢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拜托吴牧师讲今仔日若宣调的这个宣调文，会通用诗篇24篇这段圣经节来讲，一水画像耶和华的山，一水画徛伫伊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怨负假、咒抓无抗奸鬼的人，这个人要得到耶和华的祝福，佮对伫救伊的上帝来得到义。
这就是咧呼应今仔日即个信息，心中要有鬼气的。这也是咱常常忽略的点。咱甲当属耶稣基督的具体兄弟姊妹，咱要建立关系，咱心中也需要要有鬼气。咱毋俩甲上帝建立关系，心中无鬼杂。咱若是要甲讲属即个主耶稣基督的具体，咱当时的兄弟姊妹建立真实的关系，咱心中也袂使有鬼杂。这点咱若无有清楚的自觉吼，就真恶得来改变教会内面迄种虚伪、肤浅的表面的文化。下一页。煞接要来讲迄个重点的问题。咱要问这个问题，就是伫无花果树骹对拿但业来讲，到底有啥物款的意义？到底为什么拿但业一个听到即句话，前后的反应差别遐尼啊大？这段话吼，圣经无明讲啦，所以咱若无详细去查考吼，咱就毋知。但是我认为，拿但业伫无花果树骹吼，毋是发生伫现实世界的代志。拿但业伫无花果树骹，应该就是伊的梦境，或者是伊伫默想的中间所看见的异象。为什么我安尼讲？我较等下会进一步来解说。我先安尼讲啦吼，自古以来，伫先知的预言的中间，无花果树就是受比评，诚做上帝的百姓。所以旧约的圣经常常用无花果树来比评上帝的百姓。甚至伫耶稣的比喻的中间，也讲到着伫葡萄园内面有无花果树，3年无结果子。迄个管园的人甲主人讲，用文我搁甲伊掘互开，甲伊应肥。若是有结果子就煞，若无结果子则甲伊撤掉。这个比喻就是咧讲，迄个无结果子的以色列，当时这犹太人霸占伫上帝的殿，但是咧无有结果子，所以无花果树，无论伫旧约伫新约，常常比评做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上帝赐福伊的百姓，照顾因，互伊积蓄茂盛，目的就是安那，要爱因结果子侪侪啦。所以约翰的信息也讲甲真清楚，伫马太3章第10节。约翰咧传福音的时阵，已经讲甲真清楚，讲打葡萄已经放伫树头，既然无结果子的树就撤落来，歇落花落。所以咱会通安尼想想，拿但业一定是对伫当时才会属于上帝的百姓，要有结果子，伊心中有感慨，伊伫梦境。或者是伫异象的中间，看见即个富有奇表的无花果树，伊心中感慨，伊心中充满着感慨。也伫即个时阵吼，费力甲伊叫，来打断伊的默想，来打断伊的梦境。耶稣清楚描写伊伫梦境中间所看见的景象。拿但业伊咧做梦，伊咧默想的中间看见异象。这个雄雄来的耶稣，甲伊讲：你拄则看到的异象是啥物？拿但业太有可能无惊吓，拿但业太有可能无戆硬，伊太有可能无幸福。所以咱会通看见拿但业前后的反应差别遮尔大，就是因为耶稣将伊伫头壳内、伫默想的中间看见的异象清楚甲伊讲出来，所以伊即时就告别讲：rabbi。你是上帝的囝，你就是以色列的王。讲到这，可能大家有人也无相信，讲敢真正是安尼？耶稣敢真正看见伊的梦境？我会讲伫无花果树骹的即个事件是梦境，是默想中间看见的异象吼，也有另外一个根据。耶稣所接讲一寡，当拿但业甲耶稣讲：你就是上帝的囝，你就是以色列的王。煞接耶稣阁有讲一段话，耶稣讲啥物？看一个。
耶稣讲，因为我甲你讲，我已经看见你伫无花果树骹，你就信嘛。你要看见代志比这会较大个。佮甲伊讲，我实实甲恁讲，恁要看见天开，上帝的天使降落伫人子的顶面。耶稣这段话咧讲啥物？耶稣这段话咧讲另外一个梦境，啥人的梦境？雅各的梦境。咱有发现无？耶稣这段话咧讲，你要看见天开，上帝的使者降落伫人子的顶面。咧讲的迄个梦境是啥人的梦境？就是迄个称作以色列的雅各。伫创世纪的记载，咱毋知会记得袂？当雅各听到伊的兄哥要甲追杀，要爱伊的性命的时阵，雅各走去佗？离家出走，赶紧走，要走去伊阿舅列班遐来逃闪伊的兄哥的追杀。半路伫倒位休困？半路伫荒郊野外休困嘛？伫荒郊野外休困，跪伫一块石头顶咧困。咧困的时阵，梦见啥物？梦见天开。然后咧，有推有上帝的使者降落伫迄个顶面，然后咧，伊甲迄个所在号名做伯特利，就是上帝的殿。好，讲到这，耶稣甲拿但业讲，因为你听见我甲你讲，伫无花果树骹看见你，你就信嘛。你要看见代志比这个更较大个，因为你要看见天开。有上帝的使者降落伫人子的顶面。耶稣用家己本身做这个应允的成全，伊成做上帝甲人中间的中保。耶稣本身成做上帝的殿，互人照着伊会通捌上帝，认捌上帝。所以耶稣伫约翰福音段2章19节到21节，伊捌讲，伊讲吼，恁拆即间圣殿，恁拆毁即间圣殿。我3日要搁起伊，并且伊续接搁讲，耶稣即句话就是掠伊家己的身躯做圣殿。所以咱知影耶稣照着伊的性命，要引带咱归向爸上帝。伊就是迄个路、迄个真理、迄个活命。即个主耶稣，伊照着伊的性命甲话语发出亮光。伊邀请拿但业来跟对伊，伊也邀请咱来跟对伊，所以为什么拿但业的反应会遐尼大？我想这就是上好的证据，因为我讲出你的梦境，你就相信吗？我甲你讲，你要看见比你的梦境更较大的事，就是看见天开，有上帝使者降落伫人子的顶面，迄个所在要称作是上帝的殿，迄个所在要互人甲上帝会通三拄三结连。耶稣用伊家己的身躯做圣殿。你请兄弟姊妹，今仔日耶稣也借着这段圣经节，对咱发出呼召，来对我。恁要看见代志比这个更较大的，就是看见天开，看见上帝使者降落伫人子的顶面，因为伊家己本身已经成做上帝的圣殿，因为伊受拆毁3日，搁再受起造。伊要引带咱来归向爸上帝，伊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也即个主耶稣今仔日照着伊的性命甲话语，对咱每一个人来发出亮光。伊咧邀请咱就来对伊。对不起，兄弟姊妹，请咱勇敢来踏出脚步，请咱勇敢来踏上旅程，咱来跟对耶稣，来开始一场属灵的探险。我们来跟随耶稣，来展开一场属灵的探险吧。借着甲主耶稣同行，借着甲主耶稣同工，咱的生命会经过操练来得到成长。伫真光的引带甲圣神大权能的塑造下面，咱的生命会气骨换新，来成做一个更较会通彰显耶稣基督形象的人。借着咱的生命来见证上帝荣光的面容。借着咱的生命来彰显上帝的恩典甲真理满满，愿上帝用伊的话
来光照咱正人的心，只是咱所要行的路。下一页，咱同心一家头来祈祷。恩典的主，阮的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帮助，阮会通领受你的话，借着你圣神的运行，阮明白你话语中间的奇妙，互阮会通清楚知，你要用阮来显明你家己，是要爱阮通过你来就近爸上帝。因为你捌对阮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照着我，就无人会通就近爸。主，你家己本身做阮的中保，做迄个天的推，你要互阮通过你来就近天理的爸上帝，也阮通因为安尼来得到伊恩典的帮助，领受伊阳光的赏赐。主，阮感谢你，借着你一开始呼召学生，特别伫无花果树骹甲拿蛋叶的三拄，你互阮明白，你对伫阮所有的兄弟姊妹也存着同款的心意。你呼召阮用心灵甲诚实来跟对你，心无有鬼缺，全然向你。主，你无有在意阮是毋是对伫信仰、对伫教会的事工有疑问。你爱的是阮用诚实来面对家己，面对信仰，面对同工的关系。阮有问题就提出，阮坦然彼此来沟通，三甲做伙来敲吹，然后阮会通照着主你的心意来起造合你心意的盛会，来宣扬福音的事工，互教会会通成长，互福音会通广阔。阮也会通伫兄弟好好三甲徛起的中间来见证你恩典的同在，因为美好的肢体关系就会发挥大的影响力，互身躯边四周的人看见，就深深来羡慕。亲像《使徒行传》第2章43节到47节所讲的，当因同心合意，组织伫殿里，伫人家擘饼，就得到众百姓欢喜因。当众百姓看见因用新的生活的形态、团体的关系来见证主的恩典的时阵，主因就受吸引。然后阮看见圣经就讲，主你就将得救的人来日日加添予因。主，阮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将这点好的真理显明予阮明白。当阮伫这个所在，同心合意，三甲做伙扶持，共同来兴旺主你的盛会。当阮用心灵甲诚实来三交陪、三结连的时阵，阮身躯边四周的人也要看见，就互这会看见的人心中拢欢喜、拢欣赏。主，阮也深信，你要将得救的人日日来加添予阮，教会就哪兴旺，福音就哪广阔，就哪会通见证主你阳光的生命。主，阮为着今仔早起三甲组织，为着你的话所带阮的帮助，阮献上满满的感恩。祈祷恳求感恩，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咱的回应诗，新圣诗622首，至大上帝原理初吧，请起立吟全首。大上。我心乱了你大权力，应手看我无犯罪。天的美流，天的美流，求你日日赐我，求你日日又赐我。我心碎大大。
永无好，永无好，使我开来永无好。到你行到约旦河边，行遐晓伊免伫半，他也是地高的主，保我温养把蓝花。我答应是，我就应是，永远感谢俄罗你，我感谢俄罗你。请坐，咱即时来奉献。请起立。咱三个来祈祷，全可能的天父上帝啊，阮深深的仰望你，我嘛深深的感谢你、信靠你。阮是一群软弱的人，阮需要你来引带，需要你来带领，互阮会当看到你的国、你的义，伫遐地上，亲像伫你的天上共款。打阮奉献，是要做你圣工的路用，求你圣化干力。因此，拢趁你的旨意，我安尼恳求祈祷，是靠你圣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请坐。这是我来报告。请下周的小人晚上家己点。本来消息公知第一。本主日感谢罗信涵牧师来分享正道，分享上帝的话。我牧师家庭前往苗栗德南教会做募款的工作，请关心代祷。感谢谢牧师、赖牧师。第二点，应该合作社日今仔日下晡2点半，照样本会召开会员会议，请本会社会员中职兄弟。协助招待吼。另外，今日小组暂停一届。第三，本年度新春礼拜2月7日早起时9点20，甲正月31主日分开2场礼拜聚会，请提醒兄弟小组组员知影，欢迎互厝内的人、外地子女会当回乡参加，领受。祝福。第四，因为近期疫情搁再进入迄个严重阶段吼，敬请兄弟伫迄个养成戴口罩，甲勤洗手的消毒习惯，进出教会保持甲人的适当安全距离，请继续与台湾疫情控制台岛。第五，圣经天空地的自2021年9月开始举办，到今仔日。已经有一半人参加填写，阮会将于2月20主日礼拜来颁发填写圣经的全勤奖，
以表示鼓励，请兄弟一同用捌神的话语来提升生命的智慧。天空记录表看伫1楼公布栏，才家己看，会当补交的有毋对的，请王子安弟兄更正。第6，2022年春节要到啊，兄弟伫1楼招待都提春联到你门口，到你门祝福咱个家庭。中华消息正月30下晡3点，仍然教会举行5晚牧师聚会，第二日要牧师，到阮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公道事项请咱同来等伊，会当安尼来互相代祷。看人要补充报告的无？金句。来，我知。请咱头咱今日金句，台语、华语各读一遍。我要带青迷行因捌的道路，带因毋捌的路径，互黑暗的面前，互黑暗变作光明，互弯曲的变作平直。这个事我拢要行，也无放散因。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的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遗弃他们。以赛亚书42章16节。请中路报告。咱来看今仔敢有新来的兄弟姊妹吼，因为本地牧师有伫群组讲今仔有新的人，无人敲电话来吼，因为拢无看见吼，因为另外有3位长母敲电话来，是对台北搬落来吼，所以咱爱诚注意伊拢无看到吼。真仔今感谢罗牧师吼，咱的牧师甲咱牧师有一个共同点哦，是徛重机的吼。罗牧师伊较早伫咱旧的教会捌来过，所以今仔是第一届伫咱的新的礼拜堂吼，真感谢。所以今仔真诶，互咱的信息真好吼，因为主就是真光，指示咱生命的方向，咱要用圣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来跟对主耶稣吼，真感谢你吼。咱今仔日小组听困吼，咱因为下昼有迄个合作社要来一只这个所在吼。所以咱若是你是会员吼，阁是咱教会，请咱下晡会当到三角来做真好的招待吼。今仔牧师5点外来去阮兜你在迄个要去义卖物件吼，一路因为伊昨嘛足晚倒来昨暝，所以透早足早就爱出门所以伊爱提早5点过来爱起床带遐囡仔求上帝保守吼，今仔日路程规头到尾，伊明仔载等会倒来，保守出入拢对着平安吼。我报告到这，谢谢。上营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因全首。就说。已经有最干净的到遮多，亲像魂为咱，就着放下逐伙的重担，甲快快颠破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着主神看耶稣，就是做咱神的源头甲车尾。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的听堂，
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合之地，对这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未到避讳，愿上帝赏赐的平安甲稳定充满伫咱中间。